念佛決定往生。唐朝嘅僧元法師係并州地方人，佢嘅學問同品德都非常令人敬仰。喺佢96歲嘅時候，睇到咗《安樂集》呢本書，先至開始回心念佛。我已經96歲啦，如果唔精進念佛，恐怕就嚟唔切啦。於是僧元法師就每日早晚禮佛1000拜，念佛8、9萬聲，咁樣專心念佛咗5年啦。有一日，僧元法師病咗啦，就話俾佢啲弟子聽：阿彌陀佛嚟啦！佢俾咗我一件香衣。觀世音菩薩同大勢至菩薩走喺前邊，無數嘅佛菩薩充滿咗虛空。呢一次我要走啦。講完咗之後，101歲嘅僧元法師就往生啦。當陣時，奇異嘅妙香經過咗7日，仍然冇散去喎。後來親眼見到呢件事嘅啟方同緣果兩位法師，就喺五精子嘅結夏期間，專心持念阿彌陀佛。佢哋共同喺觀音像手中放咗一節楊枝發願講：如果能夠往生淨土，呢支楊枝7日裏面都唔會枯萎。7日過去咗啦，楊枝不但冇枯萎，反而更加青翠，所以兩位法師都非常歡喜，更加精進，日頭夜晚都喺度觀想憶念西方淨土。5個月後，喺觀想中進入咗西方佛國，佢哋睇到觀世音菩薩同埋大勢至菩薩坐喺大寶蓮花上，同時有千萬朵蓮花充滿其中。阿彌陀佛就坐喺最大嘅蓮花上邊，光明映照。兩位法師就向佛作禮，並且問：閻浮提眾生依經念佛，係咪能夠往生極樂淨土呢？切勿懷疑，決定得生極樂淨土。後嚟，兩位法師又親聞釋迦牟尼佛同埋文殊菩薩同讚法華經，而且睇到好多往生嘅念佛人。當兩位法師喺觀想中出定咗之後，就話俾佢啲弟子聽呢個景象啦。你哋要好好念佛，師父所講嘅句句都係真話嚟嘅。啟方同緣果兩位法師就喺呢個時候一齊往生西方啦。